全世界各地拢伫咧庆祝跨年，即届伫咧咱台北101放烟火是放360秒，因为伫咧淡水是提早伫8点的时阵就来放1314秒看河的烟火，有影是真精彩，带大家做回来看麦。3、2、1 ，Happy New Year！ 2005年到大算，台北101放烟火迎接2026年。今年烟火以咱的世代卷台湾做主题，有360秒的烟火分做5个段落，透过宽纵的烟火，甲展出真侪色彩的变化，互信义区呈现多样的风貌。烟火随着愉悦旋律奔放，这个段落烟火会注意到穿插着闪耀眼状特效，让现场情绪飙升到最高点。这是2026年的第1天。虽然有小可落雨，现场也是成20万人来看这一年一届的视觉宴会。今年台北101烟火主题 Spark 101是头一届用少烟的烟火，也佮有台湾稳型英雄主题光雕秀，真做是跨年暝的大惊喜。除了101放烟火以外，新北市政府举办闪示新北131跨河烟火，今年是第5档，特别选伫暗时8点26分，也就是20点26分来放，代表迎接2026年。1314秒的烟火，下过淡江大桥甲淡水河口，是出一生一世的话音，真做是全台湾烟火放上久，展出上界丰富的跨年烟火秀。南韩女团 A-Pink 伫跨年暝阿妹演出，成员也佮讲中文甲民众互动，毋但放送爱心，佮较接续唱出真侪条经典舞曲。桃园跨年晚会今年头一届刷去到桃园棒球场，现场成超过10万人次。伫棒球场的舞台视野，互现场气氛热烈滚滚。镜头来到南台湾，高雄跨年晚会今年传真大的惊喜。伫跨年到大算进前，高雄市长陈其迈甲神秘嘉宾羽毛球前球后戴祖颖共同出现伫舞台顶，现场民众喊休声直直来。希望有机会跟小戴一起唱歌。小戴最拿手的歌是什么？我最拿手的歌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我怕我会唱的歌他不会唱，他会唱的歌我不会唱。金梦一因真趣味，互现场笑嗨嗨。到大算过了240秒，下湾跨年烟火伫高雄梦时代咧放，互高雄港更细细。也若东部的花莲，前歌王子李圣杰做阿妹的嘉宾，伊伫东大门广场唱真侪条经典的代表歌曲，有伊的歌声。花莲的跨年暝也伫烟火秀之下，互2025年有圆满的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